这棵树上居然长出了一张男人的脸。他说自己是一只野生大蘑菇，非常稀有，从800年前起，他就已经存在于人世间了。一旁的警察和小孩根本就不信，认为他肯定是恶作剧，趁人不注意钻进去的。可男人坚持说自己就是从这棵树上长出来的。警察一听立马就不淡定了，说你这家伙无非就是想上电视，获取网友的点赞关注罢了。谁知男人却反驳道，你要是这么说的话，那蘑菇还不会讲话呢。警察好言相劝，让他赶紧离开，没想到男人死活不走，反而还闭上眼睛。无奈的警察只能上手，试图将男人给抠出来。这也太吓人了！看着不屈不挠的野生大蘑菇，警察突然有了坏心思。他先是大声指责小男孩，说独角仙那么可爱，怎么能随便抓呢？应该要放回树上。紧接着便打开了笼子，将所有独角仙整整齐齐摆在男人脸上。男人害怕的直冒虚汗，但依旧处在原地一动不动。看来只能放大招了，只好打电话将美女警员喊了过来。她肤白貌美，大长腿，不仅身材火辣，还长得甜美可人。男人的小眼珠一下子瞪得比铜铃还圆。美女警员用娇滴滴的声音说道：早く出てこないと逮捕しちゃうんだぞ。バッキュー。取り調べ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。署に行きましょう。徹底的にマンツーマンでお願いいたします。小朋友